你可以體驗 Paramessiva， 就好似佢喺呢度同而家咁，喺呢個呼吸，喺呢個心跳，喺你內心已經發生緊嘅呢個經歷。呢個唔係一個要諗嘅哲學，呢個唔係一個啟發你感覺好幾分鐘嘅靈感，呢個就係技術上特定嘅精神真實終極存在本身。今日我會俾你知道確切嘅技術去接觸呢個現實。舒達達嘅技術，利用全息宇宙嘅6重技術。一個小故事：國王同寶貴嘅健身房。有個偉大嘅國王曾經召見佢嘅大臣，話：我聽過有一種珍貴嘅寶石可以令我永生，你去揾佢。大臣搜遍咗成個王國，佢去咗山、森林、河流、廟宇，佢諮詢過賢人，去過遠方嘅地方。經過好多年，佢空手而回。大臣話：陛下，我到處都揾過，我揾唔到個寶石。國王深深嘆息。啱啱嗰陣，國王嘅後生女行入宮廷，佢手上拎住個靚寶石，玩緊佢。佢話：父親，點解你咁傷心？你睇下我喺你自己個花園度揾到嘅呢塊靚石。國王望住隻寶石，呢隻寶石正正就係佢一直尋求嘅不死寶石。呢隻寶石一直都喺佢自己嘅花園入面，就喺佢宮殿門外。個部長跌咗落國王腳下。陛下，原諒我，我揾咗成個世界，但係我唔記得望下我企喺邊。我到處揾神，然後先發覺佢躲喺人哋眼前，笑住我個 GPS。正如國王嘅寶石喺佢自己嘅花園入面，喺佢宮門外面，喺最明顯嘅地方。Paramessiva 就喺呢一刻，喺呢個呼吸，喺你自己嘅心入面。部長搜索山林、河流同寺廟，佢去咗遠方嘅地方，諮詢咗智慧嘅賢人。但係健身房就係佢喺屋企開始嘅地方。你係部長，你喺寺廟朝聖，未來嘅生命同特別嘅精神狀態中搜尋帕拉馬希巴。同時喺呢一刻嘅花園入面，就係你而家生活緊嘅嗰一刻。不死嘅寶石 Paramessiva 意識唔係喺其他地方，係你呼吸緊嘅呼吸入面。呢個係你感受到嘅心跳入面，係喺意識入面聽緊呢啲說話。Paramessiva 話刪咗喺講唔係淡樣，係明白薩納達納印度教法嘅基本革命宣言。神唔單止係喺宇宙入面嘅某個地方，遠離而難以到達，直到死後。呢個就係其他好多傳統所教導嘅嘢。我哋嘅薩納塔納印度教法宣布咗一啲完全唔同嘅嘢，一啲無限親密嘅嘢。Paramessiva 被形容為源頭，最微妙中嘅微妙，比你自己嘅呼吸更親密，比最細嘅粒子更細，而同時係整個弗朗曼完整嘅宇宙，喺佢所有巨大嘅無限光輝中，佢細過最細，大過最大，兩者一次過，冇任何矛盾。就係因為咁，喺我哋嘅傳統入面，我哋會拜一個小小嘅濕婆靈家，直接體驗無限嘅宇宙。呢個就係點解一盞燈可以顯示出完整嘅靈知。呢個就係點解一朵簡單嘅花同奉獻一齊獻上，就成為所有世界嘅總獻祭。因為 Paramessiva 到處都完全存在，唔係象徵性，而係部分，而係完全存在。每一刻都包含住佢嘅完整存在。每一個行為都可以成為同佢嘅全面接觸。呢個唔係信仰，呢個就係現實嘅結構，亦都係我今日所揭示嘅整個科學嘅基礎。短篇小說。曾經有個謙虛嘅雕塑家為廟宇製作咗好靚嘅偶像，佢會攞一塊簡單嘅石頭鑿走所有唔係神嘅形態出現嘅嘢。有一日有個有錢人走嚟同佢講：我想要個最靚嘅濕婆偶像，我會俾1000個金幣你。雕塑家開始咗佢嘅作品，佢用咗好幾日時間研究呢塊石頭，冥想濕婆，同埋仔細咁作刻。經過好多個星期，個偶像就完成咗。個有錢人好驚訝，雕塑家鞠躬話：我冇創造過個偶像。嗰個人個有錢人喊咗，而濕婆就隨處可見。雕塑家話：唔係隨處都係一個遠離嘅概念。斯那係石頭，斯那係剪刀，斯那係我雙手，斯那係你嘅眼睛。見到呢個偶像，斯那就係呢個時刻。我只係幫你睇下一直喺度嘅嘢。雕塑家冇將斯那放入石頭入面，佢移除咗同樣喺 Paramessiva 放棄時刻由我哋嘅敬拜已經有。Paramessiva 唔係由我哋嘅敬拜放入時刻已經喺度，我哋只需要除去面紗、無知、分離。
我就係呢個身體識別，睇到佢不斷試圖控制、操縱搭嗰個。你係個雕塑家，你嘅生命就係石頭，你嘅薩達納，你嘅意識，你嘅奉獻，呢啲係剪刀。你唔中意食咗 Paramassiva， 你唔會帶佢嚟存在，你只係唔係，而係你每一刻都可以完全可用。由一個古普塔人透過亞道亞瑜伽嘅科學。前日我透露咗舒特、亞道亞六個亞道亞，但係而家你會學識點樣將嗰啲 Adwas 當係一種活生生嘅技術，透過任何行為，無論佢睇落幾簡單，喺你生命嘅任何時刻體驗 Paramassiva。坦特拉古普塔話呢個係一個關鍵字。Adwas 呢個字嘅意思係部分，代表有志者利用呢啲手段去達到目的，即係得到二元主義者嘅享受對象，同埋被智者同化為斯雅，就好似佢喺呢度同而家咁。喺呢個呼吸，喺呢個心跳，喺你內心已經發生緊嘅呢個經歷，呢個唔係一個要諗嘅哲學，呢個唔係一個啟發你感覺好幾分鐘嘅靈感，呢個就係技術上特定嘅精神真實終極存在本身。今日我會俾你知道確切嘅技術去接觸呢個現實。舒達達嘅技術，利用全息宇宙嘅6重技術。一個小故事：國王同寶貴嘅健身房。有個偉大嘅國王曾經召見佢嘅大臣，話：我聽過有一種珍貴嘅寶石可以令我永生，你去揾佢。大臣搜遍咗成個王國，佢去咗山、森林、河流、廟宇，佢諮詢過賢人，去過遠方嘅地方。經過好多年，佢空手而回。大臣話：陛下，我到處都揾過，我揾唔到個寶石。國王深深嘆息。啱啱嗰陣，國王嘅後生女行入宮廷，佢手上拎住個靚寶石，玩緊佢。佢話：父親，點解你咁傷心？你睇下我喺你自己個花園度揾到嘅呢塊靚石。國王望住隻寶石，呢隻寶石正正就係佢一直尋求嘅不死寶石。呢隻寶石一直都喺佢自己嘅花園入面，就喺佢宮殿門外。個部長跌咗落國王腳下。陛下，原諒我，我揾咗成個世界，但係我唔記得望下我企喺邊。我到處揾神，然後先發覺佢躲喺人哋眼前，笑住我個 GPS。正如國王嘅寶石喺佢自己嘅花園入面，喺佢宮門外面，喺最明顯嘅地方。Paramassiva 就喺呢一刻，喺呢個呼吸，喺你自己嘅心入面。部長搜索山林、河流同寺廟，佢去咗遠方嘅地方，諮詢咗智慧嘅賢人。但係健身房就係佢喺屋企開始嘅地方。你係部長，你喺寺廟朝聖，未來嘅生命同特別嘅精神狀態中搜尋帕拉馬希巴。同時喺呢一刻嘅花園入面，就係你而家生活緊嘅嗰一刻。不死嘅寶石 Paramassiva 意識唔係喺其他地方，係你呼吸緊嘅呼吸入面。呢個係你感受到嘅心跳入面，係喺意識入面聽緊呢啲說話。Paramassiva 話生咗喺個唔係淡氧，係白沙曼教法嘅基本革命宣言。神唔單止係喺宇宙入面嘅某個地方，遠離而已到達，直到死後。呢個就係當初所教導嘅嘢。我哋嘅薩滿印度教法宣佈咗一啲完全嘅嘢，一啲無法稱量嘅嘢。Paramassiva被形容為源頭，最微妙中嘅微妙，比你自己嘅呼吸更親密，比最細嘅粒子更細。以同成係整個弗洛納完整嘅宇宙，喺佢所有巨大嘅無限光譜中，最細過最細，大過最大，兩者一次過，冇任何矛盾。就係因為咁，喺我哋嘅傳統入面，我哋會帶一個小小嘅視覺家，直接體驗無限嘅宇宙。呢個就係點解人類可以開始出成整嘅歷史。呢個就係點解對簡單嘅花奉獻嘅情感上，就成為所有世界嘅實際。因為 Paramassiva 到處都完全存在，係象徵性，而係部分，而係完全存在。每一刻都包含住佢嘅完整存在，每一個行為都可以成為同佢嘅全面接觸。呢個唔係信仰，呢個就係現實嘅結構，亦都係我今日所顯示嘅整個科學基礎。短篇小說，曾經有個天才嘅雕塑家為廟宇製作咗好靚嘅偶像，佢會攞一塊簡單嘅石頭，鑿走所有古代神快出現嘅嘢。有一日有個有錢人走嚟同我講：我想要個最靚嘅石頭偶像，我會俾1000個金幣你，雕塑家開始咗佢嘅作品。
佢用咗好幾日時間由呢個星球冥想濕婆，同埋仔細咁作刻。經過好多個星期，個偶像就完成咗。個有錢人好驚訝。雕塑家公公話：我冇創造過個偶像，嗰個人個有錢人喊咗，而濕婆就隨處可見。雕塑家話唔係隨處都係一個遠離嘅概念。嘶啞係石頭，嘶啞係剪刀，嘶啞係我雙手，嘶啞係你嘅眼睛。見到呢個偶像，嘶啞就係呢個時刻。我只係幫你睇下一直喺度嘅嘢。雕塑家冇將嘶啞放入石頭入面，佢移除咗同樣係 Paramasiva 放喺時刻由我哋嘅敬拜已經有。Paramasiva 唔係我哋嘅敬拜放入時刻已經喺度，我哋只需要除去面紗、無知、分離。我就係呢個身體識別，睇到佢不斷試圖控制、操縱着嗰個。你係個雕塑家，你嘅生命就係石頭，你嘅撒旦拿，你嘅意識，你嘅奉獻。呢啲係剪刀，你唔中意食咗 Paramasiva， 你唔會帶佢嚟存在，你只係唔係，而係你每一刻都可以完全可用。由一個古普塔人透過亞道亞瑜伽嘅科學，前日我透露咗舒特、亞道亞六個亞道亞，但係而家你會學識點樣將嗰啲亞道亞當係一種活生生嘅技術，透過任何行為，無論佢睇落幾簡單，喺你生命嘅任何時刻體驗 Paramasiva。坦特拉古普塔話：呢個係一個關鍵字。Adonis 呢個字嘅意思係部分，代表有志者利用呢啲手段去達到目的，即係得到意願主義者嘅享受對象，同埋被智者同自信背後嘅意識。我哋俾你反射，而唔係淨係鏡。唔好迷失喺研究現實嘅機制入面。機械點指向機械人，個機械師指住個機械師，鏡子指向反射。呢一刻指向 Paramasiva， 睇清楚呢個時刻，唔好淨係望住佢，睇下佢，仔細聽下。現代科學而家追緊 Paramasiva 已經揭示咗嘅宇宙真理，但係佢哋只係睇到個模式。我俾緊個模式背後嘅情報你，數學背後嘅活生生嘅意識。科學話現實係嵌套嘅，電子圍繞原子核，行星圍繞太陽，太陽係圍繞銀河系。每個規模都會重複相同嘅分層模式，但係科學唔可以話你知邊個創造緊呢個嵌套。李希明確宣布呢個係 Paramasiva 嘅宇宙幾何，佢嘅智慧同時喺每個尺度上表達，由亞原子到星際亞原子到星際光環。科學話現實係分形嘅，相同嘅結構模式會喺唔同嘅音階上重複。你嘅 DNA 螺旋反映咗銀河系嘅螺旋，你嘅心跳反映咗宇宙嘅脈動，你嘅呼吸反映咗普遍嘅擴張同收縮。佢哋叫呢個自我相似，但我叫佢寫喺所有存在嘅 Paramasiva 簽名。但讓無論你望邊度，你都會見到佢嘅形態。科學話宇宙係全息嘅，每一個細嘅部分都包含咗成張圖像嘅資訊。佢哋唔可以話你知呢個對你嘅生活有咩意義。但我直接同你講，你人生每一刻都包含完整嘅 Paramasiva， 唔係一個片段，亦唔係一個反應。呢度同而家嘅全強度科學話宇宙係各向同性，由每個點睇落都一樣，冇特別嘅中心。我話你知每一點都係天空最後，每一刻都係去到神奇，因為 Paramasiva 將每個地點都當成中心。呢個正正就係克里希納俾耶修達嘅直接體驗。當奧特望入克里希納個口入面，佢見到成個梵天、成個宇宙、多個銀河系同平衡宇宙，見到克里希納個口入面多咗一個埃索達，見到婆羅門。任何住喺我身邊或者住喺我身邊嘅人都會知道，每日當我由撒馬迪安定下來，睜開眼睛，我第一件事就係望入手掌。喺梵文入面，